高雄参女大学当日选校长，所传讲候选人之一副校长李一鸣，伊的博士学历是假，而且委员会若像佮斗压、斗暗卡，互伊免付证明。若副校长本人强调这学历无造假，这阵学校是讲行政中立，会尊重委员会决定。行点心的时阵，专心注意每一个细节。高雄参女大学是国内培训餐饮人才重要的杀手。随着现任校长要到期，27号、28号要竞新校长，所传出候选人之一，也就是现任的副校长有可能谎报不实登载伊国外博士的学历。算是内斗吗？可能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吧。我们好像不太常见到副校长，所以对他好像都没有很了解。主要还是要证实这件事情吧。如果是假的话，那一定选上就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就一定有问题。指控者质疑伊的国外学历有假，伊刻到是工学院的博士，说家己讲家己是参女博士，嘛质疑这届校长评选有护航，互伊毋免提供国外学历的证明。高参大学生讲对着副校长无校长遮尔熟悉，有人怀疑是候选人之间的内斗。但是多数拢认为应该查明真相，若有误会，就要互当事人还有学校一个清白。以餐旅业来讲的话，其实创新创业也是我们非常强调的。今年3月，副校长回应学校寄由专班转型的时阵接受访问，伊讲伊无做假着伊的学历，嘛反控这是校长选举之间的抹黑。伊已经把相关的资料还有论文提供给学校，证明伊无错误。学校即时回应，这届的选举是由21名相关专业人士所组成的遴选委员会，学校代表是教学人员，无现任校长。因对着新校长的遴选态度中立，嘛无权过问。公司新闻欧刘婷丹、hen坤报道。